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陸叔馬訊。陸叔馬訊係一個專門分享六環彩心水嘅 channel 啊。廢話唔多講，即刻睇下聽日2026年1月18號沙田 A 跑道賽事，陸叔有啲咩心水先。第6場4班1400米嘅草地賽事，陸叔心水分享有1、2、3、7。1號醒目先驅，側身馬今季長期都有態嘅，狀態對版嘅。上仗直路初段被困，望空之後騎師見大勢已去啦，就收韁啦。今次再配翻潘頓，擺明車馬保重求勝啦。2號男神，今季表現咧場場都有進步嘅，走勢持續都有上升，預期今場咧可以主動守翻個好位。騎師周俊樂執翻個策騎權，必定會搏到盡，戰意鮮明。3號千杯不醉，4歲馬今季跑1400米成績都理想嘅。上仗是快步速兼走一條不利嘅跑線輸咗，但賽前試習走勢又出色嘅，所以呢一個敗績其實有得原諒嘅，值得再俾一次機會佢啊。7號線路高高，上一仗初跑1400即刻都近噶啦，潛質唔錯，今次檔位有內移，跑法可以更加主動，騎練組合今季嘅成績都好好嘅，合作更加增添勝算啊。第7場4班1600米嘅草地賽事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1、2、5、8。1號有形量，前仗是快步速兼走咗一條唔利嘅跑線，仍然能夠接近，狀態不俗。上一仗呢，閘前有落飛嘅動向，配搭幾人安2次都合作愉快，今次都合拍可期啊。2號細水長流，前仗轉彎轉3碟都可以攞到個第2名，表現硬淨。上一仗留得有啲太過後啊，敗績可以原諒。初跑1400米啱晒腳法，潛藏進步空間啦。5號黃金騎士，呢隻馬具備一定嘅質素噶啦，前2仗追勁已經不俗，上一仗直路太遲起步啦，但係末段嘅衝刺都極為出色，顯示呢一隻馬狀態大勇。8號天蓬貓，上2仗跑同程全入3甲，路有轉長，上一仗出閘意外受阻，直路仍然能夠追近，足以證明咧而家個評分係佔優勢，形勢係對佢有利嘅。第8場3班嘅1200米草地賽事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2、3、4。2號健康快車係田草1200米嘅專家，今季表現越跑越近。上一仗配麥文堅持望空之下咧，仍然跑到個第4，走勢悅目。今次原班人馬再嚟過，狀態大勇，有力再進一步啊！3號哈羅威中心馬表現穩定可靠，同周俊樂合作咧個成績亦都出色嘅，合拍力十足。今次抽到個1檔黃金檔位，形勢大好，應該可以幫到佢發揮佢最高嘅水準。4號志滿同行，今季轉倉之後咧表現都脫胎換骨嘅，進步神速。上一仗大勝而回，所做時間出色，狀態正值巔峰，乘勢再戰，應該有望再下一城啊！第9場3班1400米嘅草地賽事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1、8。1號至尊高超，蔡約翰嘅側身馬已經熱夠身啦，狀態漸入佳境。上一場是快步速兼走一個不利嘅跑線，表現都見水準喎。配翻最合拍嘅艾杜拿，應該可以交到進一步嘅表現。8號會當凌，4歲馬今季大勇大熟，如果計翻之前取消嗰場賽事呢，其實佢贏咗3場噶啦，評分都冇加到，非常之有着數。騎師周俊樂執韁，逢出必拼，戰意亦都毋庸置疑噶。第10場3班1400米草地嘅賽事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1、7。1號非凡豪傑，谷草1里嘅專家，前2仗都係僅輸個短馬頭位嘅，表現都算準成。今次轉戰1400，大家都唔使擔心，因為上一季咧佢曾經都喺呢一個路程取勝嘅，咁回配翻一個最合拍嘅騎師，有待蓄勢反彈啦。7號綠野飛馳，蔡約翰嘅側身明星馬，操足而戰，非常之重視。最近3課試習都走勢悅目，狀態喺度噶啦，部署初出即去搏，戰意鮮明，不容忽視啊！第11場3班1600米草地賽事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7、9、11、14。7號火焰閃爍，前仗持望空之下咧追勢強橫，係以全場最佳嘅末段時間完成嘅。上一仗潘頓直路好似收咗韁，有啲保留感款，今次配翻田泰安再戰，擺明車馬有力爭勝啊！9號紫荊盛世，側身馬今季演出準成，場場都近嘅，
上一仗薛盡快步速之下，僅僅以臂位飲恨，人馬後合拍，求交代亦都深切，聲望甚濃啊！11號按到蔡月翰嘅轉倉馬，今季表現呢即刻變身啊！適應咗新環境之後呢，完全唔同晒，側身分子升班角逐，有力繼續進步，再見一功啊！14號智多多寶。上一仗直路前望空，騎師又冇盡全力嘅情況下，都係輸俾2匹超級馬，算係咁噶啦。今次楊明倫再執韁，必定去搏到盡，將功補過。以上係六環彩提供嘅心水馬匹，排名不分先後，全部都係六叔覺得有望爭勝嘅馬嚟嘅。大家可以剔走一啲唔認同嘅去慳注數，亦都可以獨立買孖寶或者三寶作另外嘅投注。祝大家聽日旗開得勝，贏到開行，拜拜。